建立教会，完成大使命。建立教会，完成大使命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这个没有电，没有电了，换一次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慈爱的父神，愿充满神你的一切的作为，充满在教会，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，充满在我们敬拜的当中。借你的话语的启示，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，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面，一生一世跟随你。主，将今天的礼拜从头到尾仰望在主人手中，求主你亲自来带领，求主亲自来启示。祷告恳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在这边有很多的有很多的感谢，有很多的祝福。我10几年来没有用中文讲道，如果讲不好的话，那你们就跳过去。反正牧师所讲的，大概你们都会明白。回到江南教会是我非常好的一个祝福，因为已离开教会将近14年的时间。我特别感谢神，让我在30岁来到江南教会，在这边成长，在这边养育我2个孩子，然后在这边也学到很多的如何建造教会，如何带领人信主。这一切都是在这7年半在江南教会，神透过大家给我很大的祝福。所以今天回到江南教会，内心有很多的感动，内心有很多的谢谢。如果神没有在那一年做美好的事情，我相信今天不可能我站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。当然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，就是我们要庆祝50周年所以我就来到我们当中。因为这个社教，所以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。但无论如何本来我的全家要来，但是呢，因为我2个孩子有在教会里面有些服事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，所以他们就录了一个1分钟的影片，要来跟大家见面，也跟大家来请安。好，来。欢迎一切音乐归咱的天父上帝。
今早起来切过去。今早起，今天的早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，就是建立教会，完成大使命。来，我们在经文里面可以看到，主耶稣基督他在说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所以你们要去，所以你们要去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用命令式的，他不是用很客气，而是说你们必须去，你们必须去。去做什么？去做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完成大使命。好，我相信我们在教会很久的时间都明白这个道理。你们要去完成大使命，但是我们要进入到完成大使命。好，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必须明白，什么样明白？就是生命。弟兄姐妹，生命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来到教会是因为神给你生命，神给你生命，我们呢要好好经营神给你的生命，你们千万不要浪费生命，这是相当的重要，相当的重要，因为这个生命太宝贵了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是赐下永恒的生命，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有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就在台湾很早，是一个媒妁之言的故事。然后呢，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说好啊，你要娶这个，哇，这个儿子很乖乖的，就怎么样，就顺服，就娶了。从来没有约会过，从来没有牵手过，就在洞房花烛夜那一天，当他掀开他的头顶的时候，吓一大跳。哇！我怎么娶了那么丑的一个女人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是顺服啊，就娶了，就结婚了，就洞房花烛夜了。经过3-4年，这3-4年的过程里面，这个男人，这个丈夫，从来没有给这个太太说一句好听的话，从来没有一句赞美的话，从来没有一个正眼看她，甚至冷言冷语，苦待这个太太30年。所以这对夫妇是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这样的婚姻的生活。30年后，这个丈夫他眼角膜破掉了，要移植，然后给医生，医生告诉他说：“你要慢慢等嘛，在台湾这个移植很困难，你就慢慢等呀。”所以他能慢慢的一年一年过去。结果有一天，他接到一个电话，医院通，你很 lucky 啊，你就来，有一个人会捐给你，所以他就呢，就进入手术房，然后咔啦咔啦啦，然后呢就完成手术了，所以重见光明。当他回到家的时候，看到他的太太，不一样，他的一个眼睛遮起来，然后他就问他：“你发生什么事情？你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？”结果问下去才知道，原来他的太太捐一只眼角膜给他的丈夫。弟兄姐妹，当这个丈夫知道这个事情，马上跪在他的太太的前面，向他认罪悔改。
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一对夫妇，生命开始转变，因为他知道，他能重见光明，是因为他的太太牺牲，因为他的太太爱他。虽然这30年的过程里面，没有过一天好日子，没有过一天平安的日子，但是他的太太愿意为他牺牲。我们可以想到，主耶稣为了我们牺牲了生命，赐给我们生命，赐给我们生命。弟兄姐妹，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他赐给我们生命，神既然造了生命，救了这个生命，所以他对这个生命一定有计划跟目的，一定有计划跟目的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你认为我们今天来到教会，我们今天领受神的救恩，领受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，是在做什么？他是一定有什么他的计划与目的。你们千万要记得，一定有他的计划与目的，因为他不可能白白给你，一定有计划与目的。那什么目的呢？就是完成大使命。哈利路亚！耶稣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很明白，来完成大使命，完成大使命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所以他为了要我们完成大使命，他赐给了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教会呀！所以我们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已经启示伊甸园、应许之地、祭坛，然后会幕、圣殿。所以教会它是什么？在这边设立他的宝座，然后呢，彰显他的同在与主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是上帝的同在，上帝的主权，上帝的宝座，所以相当的重要。所以当这样的一个礼物赐给我们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特别在新约的过程当中，它已经彰显出来，马上彰显出来。教会，好，那设立教会，然后呢，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行为，什么行为？就是呼召。呼召是什么意思呢？叫你来啊，叫你来。我在20年的服侍教会，带领弟兄姐妹的过程里面，我发觉来到教会绝对都是神带领的，就是神呼召的。如果你亲自来，有可能有2种现象。第一个现象是什么呢？就是迷路。好，第二个就是来借钱。好，所以你才会自动来教会。我想弟兄姐妹大概没有人会是这样子，都是神什么叫你来的，叫你来做什么？好，我们来看到教会，它是一群人被神呼召来到这边，哇！然后呢，我们做什么？受洗成为神的儿女，然后加入教会做门徒。到这边，弟兄姐妹还有问题吗？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好，如果都同意的话，那很简单。那教会就是耶稣主动呼召，赐给门徒权柄，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所以他给我们权柄做什么？给我们能力做什么？给我们恩赐做什么？给你的身份做什么？建造教会。所以建造教会就是完成大使命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给我们
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，就是他呼召我们要来完成这个大使命。所以我们要完成大使命，一定要进入到什么？就是委身与奉献，委身与奉献，才有可能来建造他的教会，完成大的使命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行为，那很困难，非常困难，你能与神同工来建造他的教会，完成大使命。但是这是上帝所命定的，是他呼召每一位基督徒、每一位门徒要来完成这个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成为什么？聚会的高手，也要什么？当善会的高手。所以教会，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透过什么？我们透过聚会、敬拜、服事、祷告、造就。弟兄姐妹，当门徒聚集在山上，耶稣与他们同在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怎么样？是你我在一起敬拜吗？不是啊，是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在。透过敬拜，透过祷告，透过服事，透过奉献，透过神的启示，让我们什么？在这边领受他的什么能力，他的使命，他的力量。然后做什么呢？做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做什么？耶稣派门徒往普天下去，他也与他们同在，就是散会，在我们生活，在我们工作，在我们人际当中，来彰显他的荣耀，来见证他的名，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仰千万不要二分法。来到教会就是基督徒，走到外面不是基督徒。来到教会是门徒，到外面不是门徒，错误。所以我要一直鼓励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什么患了精神分裂症。我们一定要把信仰生活化，生活信仰化，了解吗？这是很重要，因为唯有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才能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，彰显神的荣耀，彰显神的什么？他的智慧，彰显神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很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今天来到教会，要做什么？我们来到团契要做什么？我们每次的聚集要做什么？就是什么？领受他的恩典，领受他的使命，领受他的装备，领受他的心意，然后带这个祝福到我们的职场，到我们的工作，到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世界里为神来征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教会，它不是一般的教会，一般的人民团体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征战的团体，征战的教会。我们属灵征战，要征战什么？为福音征战，为灵魂的征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任务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所以我们接着一定要完成这个使命。什么是完成大使命？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，使万民做什么？门徒。如果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？好，我们一定要有抢救灵魂的观念。我们一定要抢救灵魂的观念。我们再读这段圣经节，在马可福音第6章34节，耶稣出来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。有一个牧师叫做穆迪牧师，在当时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牧师，他引导几百万人、几千万人信主。有一年，他被邀请到伦敦，
在当时有很多传道人一直鄙视他，这个目的一直他们认为说啊，目的书也没有读很多，而且说话也不是很 OK， 也不是很文雅。然后他为什么可以带领人信主？他的秘诀在哪边？所以在当天呢，很多传道人就聚集在他的住的地方，然后呢跟他有分享。然后这个目的就带这些传道人到旅馆的窗口打开，来，你们看到这片公园有什么东西？哇！很多传道人说，哇，有一个孩子在那荡秋千，有一个老人在那边散步，哇，有很多人在那玩，有很多人在那聊天。这个目的告诉他们，我所看到的是伦敦千万的人失丧的灵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桃园，我不晓得现在的人口有多少，大概有200万人。我们信主了有多少？我在14年前离开教会，有400多人。今天经过14年的时间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迦南教会还存在，我们的嘉光教会，那当中在之前的洪恩教会，我们看到，你们看到什么？我不晓得你们看到什么。迦南教会是上帝所允许牛奶与蜜的之地。我从20年前来到教会，神就给我这样的看见，迦南美地。给我们这个产业做什么？我们从很多的前辈，很多的信仰的前辈来到当中设立教会，与神同工。弟兄姐妹，设立迦南教会做什么？我们来到教会做什么？也没有看到。求神怜悯我们，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桃园还有几百万人，他的灵魂失丧。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把他带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这是神给教会，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使命，这是他的命定。所以人无法改变救灵魂，只有一个什么？只有一个信福音。当接受耶稣，相信福音，他就在我们里做极大的改变，灵魂就开始来翻转。所以如果灵魂没有翻转，就无法进入神的国度。当人相信福音，就进入神的国度当中。弟兄姐妹，太重要了，千万不要让这些的什么，你的朋友、你的亲人、你的左邻右舍沉沦在黑暗里面。他们的灵魂需要你，因为神命定借着你来带领他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。因为这个世代没有任何一个拯救，只有相信福音，相信耶稣基督，才能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。阿们吗？非常的重要，太重要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我们的工作与使命。我最近在挑战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就告诉他们，基督徒的正职的工作是什么？来，基督徒的正职工作是什么？没有人回答哦。我在和顺教会就有很多人回答了，没有人回答哦。来，我告诉大家，这是一个很蒙福的观念。当你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，
哇，上帝在你身上要做美好的事情。基督徒的正职是什么？传福音。你的职业是什么？才你的兼职。了解吗？这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国度的观念，非常重要，在神的话语里面非常的清楚记载，非常清楚的记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继续停留在那边。来，接着我们要做什么？国度的人才。上帝把国度赐给我们，你想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呢？来，不要只有在什么教会圈里面绕，我们要什么？有得胜的产业，有这种观念，以行动。所以我们如果做基督徒太久，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，不要一直在教会绕，一直在教会绕，会让我们虚胖。会不会培养出我们什么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在这边绕，而且什么是要有什么行动，一定要有行动。所以来教会不只是什么信耶稣，真的是要学耶稣，做门徒，成为国度的人才，成为国度的人才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宝贝。你愿意来学耶稣，跟随耶稣，活出耶稣，你就成为国度的人才。阿们吗？神就会赐福你，让你的生命就是彰显神的荣耀，就成为一个国度的人才。所以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要去怎么去做呢？有提出4点：提出信勉，持续为他祷告，圣灵动工，传福音，说见证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影响力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带出这样的去的行动。因为当你去的时候，什么？神的权柄就与你同在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害怕。当你开口的时候，当你开口来说见证，当你开口来说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神的权柄就与你同在，你就会从你的生命里面看到神如何彰显神迹奇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太重要了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。去有一个前提，神很体贴我们，太体贴我们，他给我们什么？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什么？赐给耶稣，他也会赐给我们。所以如果我们去不带着主的权柄，那里都去不了。所以为什么基督徒可以使万民成为门徒？因为我们去到那里，神的国度，神的全能就在那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的复兴的关键是什么？传福音。教会复兴的关键，传福音。我要来到教会之前，我上教会的网站，看到陈世林传道，他有一篇的信息，幸福的什么思想，有吗？都忘记了吗？幸福的思想，他最后有很大的祝福，要让我们教会有500上千人的教会，是吗？有吗？有啊。好，当我看到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我很大的感动，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可以承接这样的产业，因为我们是活在牛奶与蜜之地，上帝将这样的丰盛应许祝福在我们迦南教会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去。如果你不去的话，很可惜，这个福分就让别的教会了，这个福分就不在你的身上了。我们一定要去。教会复兴的关键在于传福音，教会复兴的关键
不在于聚会，不在于研经，不在于敬拜，不在于什么这些的活动，而是什么？传福音。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神的国度就会彰显出来，神的权柄就会彰显出来，神的祝福就会彰显出来。很多人会因为你传福音来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教会复兴的关键，没有别的路。我要告诉你，唯一的道路就是什么？传福音。我们迫切祷告很重要，我们敬拜很重要，我们研经很重要，我们有团契的聚会、小组聚会很重要，这些都要做什么？就要让我们去传福音，不然这些要做什么？你们可以告诉我一个理由吗？没有。神要给我们去传福音，让他的国度更多人进到他的国度里面。特别我们左邻右舍，我们有很多的亲朋好友，我们很多的同事，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，所以这些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到哪边去？到哪边去？到黑暗，到下面，反正就下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愿神加倍的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建造教会，来完成大使命。这是今天牧师在这边的一些的分享。愿神来祝福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在这边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恩典，放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我们经常要为了今天我们所领受来献上我们的祷告，恳求神亲自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明白，我们今天被呼召来进入到教会，成为门徒，成为基督徒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绝对不是什么让我养得白白胖胖的，然后最后到死亡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认为神的心意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太可惜了。那表示你圣经是白读的，表示你今天跟随主是错误的，不对，不要这样想，一定要重新再次认识神的心意。因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他单单彰显的一个心意是什么？建立教会，完成大事。所以今天牧师在这边分享这个主题，盼望这个主题带给大家一个思考，带给大家一个觉知，带给大家一个行动。做着很好，但是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行动。做着就是等着装备，哇！这些祝福，这些领受非常棒。然后呢，出去为主见证，为主见证。因为我们的见证，因为我们的传福音，很多人因为你得到救恩，得到灵魂，得到希望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产业神就纪念，神大大纪念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天我们到神的面前，不要两手空空，没有产业，千万不要两手空空。我告诉你，神会按照你地上所有的服事来什么分别为圣。所以今天我在这边最后要祝福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社教50周年，恳求神的恩典满满充满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教会有更多的门徒，更多为主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，来通过这样的服事，让神的国度彰显在教会，让神的国度彰显在桃园的每个地方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神，感谢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一生不以福音为耻。我们相信神，你的大能是透过福音来彰显。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使命，
让我们为主来征战，让我们为这些灵魂来牺牲与奉献。恳求神，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的器皿，来建造你的教会，来宣扬你的福音，带领人归向你，让你的国度彰显在教会，让你的国度彰显在桃园的每一个角落。主啊，感谢你，特别我们再一次的将迦南教会仰望在主你的手中。主，你设立迦南教会，经过50年，这50年的过程，你充满你的能力，充满你的恩典，也充满你的作为。主啊，在这边求主你亲自来赏识迦南教会，让迦南教会在往后的50年、100年都能承接你的产业，让这个产业更加的扩大，主让你的影响力更加的彰显，让你的国度在透过迦南教会来成全你的旨意。神，你亲自来祝福，求主你亲自来掌权，让迦南教会成为你的器皿，让迦南教会所有弟兄姐妹成为你的器皿。主耶稣，将这样的一个祷告摆在神你的面前，求神你亲自与我们同在，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